也让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9日去德州参观马斯克大型火箭成功测试，展现两个人交情真正有影真好。川普嘛继续公布伊未来内阁名单，伊是提名小 N 娱乐公司前 CEO 去做教育部长。另外有传出争议的司法部长人选盖兹，川普对外表示，伊无拍算要换人。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所属的星链巨型火箭系统，伫19下晡伫德州南部基地做第二届的试飞。超重型的推进器 Heavyweight 飞上天了后，顺利和第20星链太空船分离，甲太空船送上太空。不过，超重型推进器并无像顶届试射时飞转来陆地，降落伫发射塔的巨型机械手。这个是降入去墨西哥湾，那星链太空船射地球了后，嘛顺利降入去印度洋。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亲身去基地参观试射，和大力支持伊竞选的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合作关系是更加坚固。那川普人事布局，有关是媒体咧关心，伊假意的司法部长自由派众议员盖茨，互逼讲有开查某和未成年人发生关系才见笑台，不过伊无考虑换人。众议纪律委员会调查盖茨的见笑台和黑白用药案的控诉，已经摕到2个当事女性的大量相片，甲大笔钱的付款记录。盖茨顶礼拜快速是众议院准备要立告，调查之后来结束。议长反对公布纪律报告，不过两党拢议员呼吁爱公开。If his nomination is going forwar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ccess to the right documentation. I think it would be helpful.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it. It apparently was just about done. I think it would be helpful. 川普新公布的内阁人选，包括鹰派商务部长罗德尼克，伊会掌管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有料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会更加严格。因外科医生出身的电视出名人奥兹担任联邦医疗服务中心负责人。世界小型娱乐公司政治院长，也是川普金主甲顶任期的小型企业管理处处长麦克马洪担任培养后一代大人物的教育部。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